日本和菲律宾针对着经济海峡议题进行协商谈判，这中国说是想尽办法来了乱。伫台湾的东部呢，甲3只别国的货轮砸落来调查，最后是互咱的海巡人员公布处理。咱的外交部强调讲，中国无权伫遐主张执法权。日本也讲呢，因的协商敢若针对着这日本的和菲律宾，未去约束第三方。这里是中华民国台湾专属经济海域。 中国没有管辖权，我要求你立即离开。中国国务院用指挥谈判做理由，海警甲海事船请教咱东部海峡，海巡署提早部署舰艇专程并航监控，期间发现对方捌对3只经过他国正常货轮版本，包含7次伫个牛南边西南边39海里中国海巡控制对身下无籍移轮新闻进出港甲中原人数，7港伫守护东边34海里新闻内比瑞亚籍 S 轮，同一港伫3条甲东边33海里呼叫8南籍 A 轮，面对中国利用破坏地带侵扰甲人质作战。 因做管辖权继续，海巡表示拢会处理。There is no need to respond broadcast of Chinese government vessels. 目前经过咱海峡船只拢正常航行，无互中国公务船定检逼近干扰。外交部也针对日本甲菲律宾未来可能展开专属经济海峡议题，甲大陆专属达成外界谈判，向日菲两国政府表明立场，包含依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甲国际司法判例双边条约或者是协定，敢若对地区国有效，对第三方权益无造成影响。第二，日菲应该顾虑咱甲相关海峡权益定台事实甲权益，甲咱保持沟通。第三。 2013年代志渔业协议、2015年台菲渔业执法合作协定等，拢继续进行相关海事基地也继续交流。外界部分言论将专属经济海域划界以及与领土、领海主权混为一谈，不符合国际海洋法的实务与事实。中国側の行動の背景についてですが、これは我が国として説明する立場にはありませんが。 いずれにしましても、日本とフィリピンの間で、海洋境界画定に合意する場合、そのような境界画定協定というのは、協定当事国である日本及びフィリピンの権利義務を定めるものであり、第三者を法的に拘束する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ので、国際法上も何ら問題はありません。 中国海警局伫6月初宣布，伫台湾东部海峡执法巡查，7高级交通运输部宣布进一步扩大行动。对中国抗议行动，日本政府表示继续监视警戒，不过因为为安甲服务考虑，无进一步说明相关细节。记者综合报道。